雖然話每朝早都係一個新嘅開始，但係有啲開始係特別重要。你記唔記得？嗰日我好早就出咗門。出面落好大雨啊！快啲換晒啲衫先。早晨，應該過晒。大家快啲換好衫，準備好啦。打電話報翻翻。住喺嗰邊㗎，啲花濕晒喎，你同我哋翻過嚟啦。我哋知你幾時睇？峰哥，今日我哋拍攝咁順利。見到你轉數又快，平時有啲咩活動係令到個頭腦咁 sharp 死㗎？做運動啦，注意飲食，休息，一定要有嘅。啊，唔知係咪真係年紀大咗？有時候好似咧想行出房攞啲嘢嘅，一出咗門口唔記
記得咗咯。所以咧，我一定我幫身老婆幫好個老婆。我知道佢可以做得到特級動物，其實特種係乜嘢？峰哥啊，大腦咧有成1000億個神經細胞，佢就好似指揮官咁樣咧控制住我哋身體嘅日常功能，包括記憶啦、學習啦、語言能力啦、空間感啦咁樣。而呢啲功能咧，必須要靠突觸呢個特殊嘅位置咧，先可以執行到。神經細胞咧就好似電線網絡咁樣，要靠突觸連接埋一齊。如果呢個連接位出現咗問題，就好似我哋電線接觸不良咁樣，就會搞到功能唔正常啦。例如腦退化，突觸功能唔好，就會令到腦部開始衰退化咁樣嘅徵兆嘅出嚟。我知道佢可以增強呢個認知能力啦，同埋抵抗腦退化嘅功效啊。咁其實認知能力具體係咩嘢？同埋仲有冇其他嘅功效？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好處嘅，包括改善學習同埋記憶力啦，提升執行力，即係做嘢更加有條理啦，加強空間感，例如認路啊、睇地圖會叻咗，仲可以提升社交能力同埋語言能力，講嘢表達都會暢順啲。另外專注力都會好咗，唔會咁容易分心。最緊要嘅係佢仲可以活化腦細胞，幫我哋全面強化6大機能，等個腦更加靈活醒目。佢應該最適合係啲咩人士？
不過如果要我哋啲咧，我一陣間有啲地方都有。Kami lagi di baba mo.
Mm-hmm.